台北101水滴馬拉松今日再起舉辦，吸引全世界超過5000人來參加，挑戰對1樓走到88樓。女子組的頭一名是克羅埃西亞選手，14分08秒完成。第19屆台北101八關馬拉松初到早起8點正式比賽，這屆有32個超過5000個馬拉松選手來台灣挑戰為1樓爬到88樓。大勝上場的女子組由世界排名第1克羅埃西亞的菲博爾以14分08秒完成。Race was very good today for me. I gave my best, so we will see how it's gonna be. 世界排名第2日本選手15分03秒的成績到終點了後，規個無力，由工作人員扶去邊啊。台灣選手的部分是由吊水管大勝走到終點。因為我們台北101其實很有名的地方，是因為那個樓梯比國際一般的賽事的樓梯都還要來得陡，比較高。跑完後感覺非常的累，但是現在還笑得出來，還不錯這樣。今天其實不是最好狀態，加上本來打算要赤腳跑，但是卻到最後裁判說不可以。男子組嘛有要完成2連霸的馬來西亞名將蘇偉慶過來挑戰，這屆是希望向全國消防員致敬。除了有新北市消防局隊員全新武裝組隊參加，101董事長賈永杰嘛特別請7公斤的消防裝備參加，被加喘鼻涕規身當汗。不是超人，真的沒辦法穿。完了，我fail。我老公一直說一定要跑進30分，但我承認，我下一次沒有辦法再挑戰。另外，包括藝人陳意涵、職棒選手大師兄林志勝攏到場參與。運動部部長李勇下晡原來帶運動部的同仁參加團體組的比賽，用行動落實運動壯大台灣的理念。記者綜合報道。